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現正生效。詳細天氣警告：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在上午1時10分發出，預料本港風力顯著增強。現時切勿外出，遠離當風的門窗，在安全的地方躲避。按照現時預測路徑，紅霞會在今早於惠州至汕尾一帶登陸，在香港東北100公里左右掠過。本地風力未來數小時會顯著上升，天文台會在凌晨1時10分發出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。受紅霞的雨帶影響，本港今日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。市民請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氣消息。在過去1小時，大老山、橫瀾島及青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71、66及64公里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92、81及87公里。